走过日本平成年代，选择在平成结束这一年为自己的棒球生涯画下句点。效力美国职棒大联盟西雅图水手队的日籍球星铃木一朗今天宣布退休，被日媒誉为持续努力到最后的天才。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在棒坛具代表性且难得一见的超级球星铃木一朗，终于决定放下球棒，且场所就在日本东京巨蛋。尽管一朗过去曾公开说要打到50岁，但最后仍决定在自己最爱的日本，为棒球生涯画下句点。一朗从2001年转战大联盟后，创下连续10年单季200安的纪录，并在2004年以单季262安改写睽违84年的单季最多安打纪录。一朗并不特别爱敲长打，而是用一支支的安打证明自己在大联盟的存在价值。只不过，难得一见的安打制造机，今年也已45岁了，跟2001年时相比，一朗现在头上的白发已相当醒目。即使如此，一朗在2014年加盟迈阿密马林鱼队的记者会上，说明了自己为何坚持继续待在球场上。一朗说，对棒球选手而言，40岁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在成熟之前就不再继续打球，是非常痛苦的事，但是超过40岁仍继续打球，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不继续打下去，就不知道自己不懂的事还很多。为了抗衡重视力量的大联盟，一朗从超过40岁后，凭借着卓越的打击技巧及速度，继续在大联盟站稳脚步。但这并不是说一朗就没有长打能力。纽约洋基队教练就曾说过，一朗想打全垒打时，无论何时都能打出来，但一朗从头到尾都决定专注在敲出安打。一朗近年为弥补自己挥棒力道衰退的情况，不会大幅度旋转上半身，也缩短了单靠左脚站立的时间。在打击区持续努力的同时，为了维持体脂肪率，也持续进行训练。因为很少将感情表露于外，一朗也曾被部分美国媒体揶揄，但尽管如此，一朗也不会受到周遭杂音影响，坚持自己的风格，用一朗流持续敲出安打。在一朗的心中，应该优先的不是创造纪录，而是作为选手持续下去这件事。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优势，不管是先发还是代打，都要做好万全准备，而这就是一朗最重视的作风。为了成就特别的事，不去做特别的事，只要真诚地面对棒球，持续努力，就能开创时代。一朗有这样的自负。这位走过平成年代棒坛难得一见的超级球星，就是持续努力到最后的天才。